加油，仲有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、0，好啦，推上去一個單位飛先得，全身伸展嘅，推後推高，全身伸展，你可以曲少少大髀膝頭，你亦都可以嗰個腳踭離地，車輪轉咁。好啦，膝頭跪地，做埋另一邊咯喎，另一邊嘅側腰，全部直嘅，你個手指同個膊頭同一個方向，膊頭對落手腕，90度跪低嘅，個 hip 咧退翻向前方嘅，係啦 ，set 好晒呢個位先 ，set 好晒啦，好啦。然後就係上面隻手吸呼氣就係側腰收緊啦，係啦，收吸呼吸呼吸呼就係掂下，吸就伸直，呼就係收緊，收你個側腰啊！我哋成條側腰嗰個叫 oblique 啊，係啦。